台湾的歌戏演员孙翠凤又出一本册，记录着伊伫咧台顶做查甫人演小生，对小段安怎变做是当跳小生的过程，而且伫咧戏边卡伊的查甫人，也就是伊的翁婿，边花园总团团长陈胜福也来到现场介支持。 大家会叫到这么大声、这么欢喜，是因为歌戏演员孙翠凤出场啊！孙翠凤出新册，名叫做《孙翠凤甲伊的查甫人》，记录着伊伫咧台顶演过小生角色。孙翠凤嘛特别分享家己原本是连台语拢讲袂认得的外省人，嫁入去歌戏的大家庭明花园，对学台语、唱歌戏一路到搬戏的过程。你想要有这个大家族，会当认同你这个外省婆啊，那你得要有所的牺牲，最后。 要上台表演不是那么容易，我的台语爱学个足精准，而且爱学文言文，而且爱去学台语的，咱讲的是日语甲俗语。孙翠凤甲伊的查甫人内面有一位是伊戏班卡的查甫人，就是伊的翁婿嘛，就是明花园的总团长陈胜福，伊嘛特别分享伊的牵手孙翠凤拄学歌戏的笑开台。这个上台讲口白，讲一句尔，阮爸爸总冲去后台。 甲阮导演，阮弟弟讲，恁无恁嫂嫂也去演戏，安尼伊的台语无人听有。孙翠凤讲，对小段演到小生，伊拢总用3年的时间去研究查甫人，内面有浪子、有皇帝，佮有法律无边的大仙。伊讲过程虽然辛苦，不过伫伊的生命内面，从来就无放弃2个字。即马对伊来讲，上重要的就是对歌戏的传承，这个决心伊嘛绝对袂放弃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